你还在为错失大牛股而感到烦恼吗？你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你错失大牛股的吗？更重要的是，你有把握大牛股的方法吗？今天我将为大家分享一套非常经典的牛股拉升模型。学会今天的方法，把握牛股拉升节奏，可谓是既轻松又赚钱。大家好，我是 Robert 徐，欢迎来到今天的专题课程。第一次听课的朋友，欢迎先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同时打开小铃铛，方便大家长期的在这里学习股票实战技巧。大家在点赞的同时，我们的课程正式开始。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方法就是 OBV 牛股拉升模型，到底好不好用呢？首先，我们看一个具体的股票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新加坡的个股案例。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把握住最佳的买入位置以及最佳的离场点，这样我们就可以踏准牛股拉升节奏，从而获取丰厚的投资收益。那么问题来了，如何才能够踏准牛股拉升的节奏呢？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如何才能够在这个位置进行买入呢？以及在这个位置进行卖掉呢？以及在这个位置再一次买入呢？如果我们能够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操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踏准牛股拉升的节奏。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今天我会告诉大家该如何去踏准牛股拉升的节奏。针对踏准牛股拉升节奏的要点，我为大家总结了3点。首先，第一点，起涨，这是踏准节奏的开始的位置，简称为买入点位。第二个，持股，这个是踏准节奏的途中，简称为持股区间。第三个就是卖出，这是踏准节奏的结束位置，简称为卖出点位。我们只要把握住这3点，就可以踏准牛股拉升的节奏。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股票案例。这个股票案例呢，还是刚才的新加坡个股案例。接下来我们先调出一个大家最熟悉的指标，白色的线就是牛股的生命线。之所以叫生命线，也就意味着如果股价上穿了这个牛股的生命线才可以买进，那么股价如果跌破了牛股的生命线，必须要进行卖出。那么后面再一次在股价上穿白色的牛股生命线的时候，再一次买进，后面就可以很容易踏准牛股拉升的节奏。这里面的所谓的股价就是这个蜡烛的收盘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踏准牛股拉升节奏的一种图形形态。这种牛股拉升的节奏需要按照能量与图形形态的相互验证才够安全。这个股票呢，同样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新加坡的个股案例，是同一只股票。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窗口里面，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解的 OBV 能量槽指标。如果你没有学过 OBV 能量槽指标的，欢迎大家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进行学习我之前讲过的 OBV 的相关课程。OBV 指标呢，我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这里面第二个窗口当中就是 OBV 指标，这里面的白色这条线呢为 OBV 线，OBV 线，黄色这条线呢为 OBV 的什么均线，为 OBV 的均线。所以这2条线呢怎么去表示呢？其实 OBV 指标就是将这个成交量进行数字化、直观化，能够显示出股市里面的内在的动能。好了，我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个 OBV 指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个位置就是股价上穿了牛股的生命线的同时呢，下方的白色的 OBV 线向上运行，后面上穿了黄色的 OBV 均线，所以这个位置共同组成了一个起涨点的把握。刚才我跟大家画出来的这个买点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就可以利用牛股的生命线结合 OBV 指标，白色的 OBV 线向上运行。如果白色的 OBV 线上穿黄色的 OBV 均线得以确认，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股价首先是跌穿了白色的牛股生命线，在这个位置蜡烛的收盘价跌破了牛股的生命线，也就是白色这条线，对应下方的白色的 OBV 线呢开始向下运行。那么这个位置就应该进行规避风险。
尤其是这个白色的 OBV 线再一次跌落黄色的 OBV 均线，就是风险的进一步确认。所以呢，在这个卖出的点位上，我们要做到的是白色的 OBV 线向下运行，同时呢，蜡烛的收盘价跌穿白色的牛股生命线，所以这个位置就是规避风险的位置。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先进行减仓，到达后面的白色的 OBV 线跌穿黄色的 OBV 均线，再进行清仓。如果你仓位比较大的话，那么后面我们再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其实蜡烛的收盘价再一次上穿了牛股生命线，白色的这条线，其次对应下方的白色的 OBV 线也上穿了黄色的 OBV 均线，所以这个位置就是牛股拉升的买点位置。所以后面呢，你发现在这个图中就是牛股拉升的这种节奏，也是持股的区间，这个位置呢也是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前面这个区间也好，还是后面的这个区间也好，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股市里面，因为你踏准了牛股拉升的节奏，所以你在里面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所以这就是如何踏准牛股拉升的节奏，你学会了吗？接下来针对这个方法呢，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针对踏准牛股拉升节奏的要点总结为3点。第一个，关于起涨点，股价突破牛股的生命线，也就是白色的生命线，那么 OBV 线呢向上运行，尤其是白色的 OBV 线突破黄色的 OBV 均线是最好的确认点。那么第二个，持股区间，那么股价在牛股生命线的上方，白色的 OBV 线在黄色的 OBV 均线上方，所以呢，这是持股的安全区间。第三个，卖出点位，股价跌破牛股生命线，同时呢，白色的 OBV 均线开始向下运行，尤其是白色的 OBV 线跌破黄色的 OBV 均线，进行再一次确认风险的出现。就是如果出现股价跌破牛股生命线，白色的 OBV 线开始向下运行，本来就已经符合了规避风险的条件。如果白色的 OBV 线再一次跌穿黄色的 OBV 均线，它是我们最后的清仓的位置。这是我针对踏准牛股拉升节奏的要点为大家做的3点的总结。其实这里面的股价就是 K 线的收盘价，这里为大家做一个强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几个具体的股票案例。这个股票呢是一个美国的个股案例，在这个位置，蜡烛的收盘价上穿了白色的牛股的生命线，第二个窗口里面的 OBV 指标呢，就可以看到白色的 OBV 线开始上穿黄色的 OBV 均线，所以综上所述，箭头指的位置就是一个起涨的点位。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位置，蜡烛的收盘价开始跌穿牛股生命线，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白色的 OBV 线开始向下运行，在这个位置呢也跌穿了黄色的 OBV 均线，所以综上所述，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规避风险的卖出点位。当然，在起涨点与卖出点之间也是符合收盘价在白色的牛股生命线上方运行，同时呢，白色的 OBV 线在黄色的 OBV 均线上方运行，所以在这个区域就是安全的持股区间，也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区间之内利润最大化。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具体的股票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香港的个股案例。首先我们同样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蜡烛的收盘价首先上穿了白色的牛股生命线，在这个位置对应下方的 OBV 指标呢，其实也可以看到白色的 OBV 线开始向上运行，同时呢，在这个位置进行上穿黄色的 OBV 均线。如果说这是一个刚开始出现的机会点，那么后面这个位置就是一个确认的机会点，所以这个位置也需要注意。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强调，如果仅仅是白色的 OBV 线开始向上运行，配合蜡烛的收盘价上穿白色的牛股生命线，也是可以进行考虑的，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机会的雏形，到后面再一次上穿就是一个机会的确认点，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加仓的位置。所以这个位置你看，从这一点过后，
这就是踏准牛股的拉升节奏给我们提示的持股区间。接下来针对踏准牛股拉升节奏的要点，再一次为大家做一个总结。首先是起涨点，股价突破牛股生命线 OBV 线向上运行，这其实就是一个机会点。如果白色的 OBV 线再一次突破黄色的 OBV 均线是最好的，也是机会的确认点。第二个，关于持股的范围，股价在牛股生命线的上方运行，且白色的 OBV 线在黄色的 OBV 均线上方运行，这就是安全的持股区间。第三点，卖出，股价跌破牛股生命线，其实这个位置是第一个条件， OBV 线开始向下运行，这就是第二个条件，这就可以让我们进行规避风险。如果白色的 OBV 线再一次跌穿黄色的 OBV 均线，这就是风险的确认，就是必须要离场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点位。所以呢，这就可以帮助我们踏准牛股拉升节奏，从而让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这里呢，很多股民就要问了，讲到的牛股生命线的参数以及 OBV 指标的参数到底是多少呢？欢迎大家点击屏幕上的链接，索要牛股生命线的参数以及 OBV 指标的参数，也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区留言索要相关的参数。以上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 OBV 牛股拉升模型，你学会了吗？记得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同时打开小铃铛，后边的课程更加精彩。我们下期的课程再见。